叫做吴郭鱼。妈妈，一个姓吴，一个姓郭的一个姓吴，对，这是真的。一个姓吴的跟一个姓郭的一起养出来的。对，你也蛮残忍的。把那个最危险、最艰巨的工作给你女儿做。香油。酱油。这是大象改版的，是不是？香油。有熟悉的米西嘛？龙轩合纵。这才了解欢迎来中国。日本嘅单元係乜嘅？亲子料理秀。講日本嘅人吼，我知道佢咩親子太掉嘅。哎，太屌了哦！大亲子料理秀。哦，係按樣教。我都唔係介紹，你介紹一下。哦，唔過他睇小朋友呀，哈，做的事情就會他多。唔好像他笨呢。小朋友呀，哈，可能就乜嘅就係唔曉得時間。嫩嫩啊，舒汗熹熹啊。下要一動到嘅後先，唔過啊，哈，按睇小朋友有一個問題。乜問題？就他唔好嘅啊，哈，就會當唔好，然後太嚴重哈。就可是分叉點嘅，好就懂，好唔好就唔好了。就比較不喜歡跟大人一起互動。可是反叛心。叛逆嘅。叛逆期。好，再嚟介紹嘅亞族，亞族要唱嘅係羅秀儀，還有夾嘅妹嘅葉嘉儀。好，你這片。我買片啊，媽媽係雙鳳羽，我係王靜婷。大家好。今晡日兩位媽媽帶點當電影上嘅妹，跟我嚟 PK 做菜哦。哇，看起來當厲害呢！雖然媽演出嘅較好食咧，叫我嚟看下伊哦。亞一片，秀儀有來過嘛？唔識啊？唔識咩哈？哦，嘉儀應該係入妹啦哈。係啊。哦，妹一下一胎誒。各種二嬸三眼神誒。各種二嬸三眼，開始叛逆了嗎？動作就開始啊。動作就開始。各種一眼神都叛逆嘅。唔講幾多眼神？各種一眼神。各種一眼神哦，古時候1-2年差唔多，每次都講我妹因為越來越唔認識嚟感覺。那個點解有冇乖乖聽來？某天才會記要求我。你真係少改件事嘛？一片風悠有來講哈。有。還記得咪係母語老師。講下爸爸嘛。崇拜帶嘅唔係自己聲嘅咧，唔係學生嘅。係學生嘅。見本嘢咧。係按摩嘅。哦。真嘅咧哈。真嘅摸嘅。真嘅咧摸，你摸咧。真嘅咧。佢崇拜見到摸來，一拜就吃來。崇拜唔係一生日咩？嗌生日必須。也比另外煮嘅啦。哦，嗌到到帶小朋友嘅啦。咩？咁樣，今天也喺度寫。國山。平太啊？冇，叫沈國山。哦，叫沈國山啊，國山哦。升高中。升高中。對。哦。給他嘉義講，他沒有叛逆期，你呢？你知道你有叛逆期嗎？愛動怪。你動怪？他要去那講這個怪啦，就像我一樣，我好小氣啊！你香王啊，你香王啊。哦，香王還有對啊，老王賣瓜嘛。原來是可以這樣子讚美自己，講自己啊！可以啊，我好乖。好，今日啊，今日要比賽啊，哈，等下你張好好的打嘴鼓，賽也要唱今晡日主廚。翻身手，阿松哥。大家好，我係范先生。范振松，新竹竹東人，特別聽人看片嘅欣賞，也係有名嘅飯店師傅，研究做生意20年，也係有名嘅飲食集團嘅副總經理。阿松哥有叛逆嗎？唔是咧，沒喺度乖，還沒動乖，衝水應付性。你要沒叛逆，你要更年輕。真係溫講出來。這個話題蠻敏感的。我在動緊胸啊。唔會改過呀。是的。慢慢地，咪行到呀。哦，古時候。人生啊，人生咩？嗬，係啊，老有老的智慧。老有老的皺紋。這裡沒有人老了哈，我們還是不要講老的事情。哦，再來講一下今晡日咧要做乜嘅主題的料理哈。我們今天啊，應該會做DHA 料理。DHA 就會都像海底度嘅東西較多誒。
主要是海鲜地本啊，对叶高蛋白，对青少年在成长些哦，动好，对身体动好，所以因为走安的料理。好，加油，有研究嘛？有有，啊，风油上来。有有啊。好，加油，再来看比赛。好。色彩料理网亲子料理秀比赛规则，爸爸妈妈带点小孩的，只有主题向我做出一出料理来比赛。料理做好以后，师傅、主持人吃色填评分，让一个吹就是得到酱料的组合无。好，你呢呀哈，先亚煮来煮，鼓手呢来抢个你手艺，煮的嘛个料理。今面有料理的迄红烧鲷鱼，红烧鲷鱼，嘿，用出石榴哦。好，个按样，假如爱天数嘛个，谁？切姜丝，葱的个辣椒的。哦。假如来看，在为了表现一下。剩5分钟啊。剩5分钟，好，来开始。时间的注意哦哈，把握。哦，你听到的声音哦。一个刀对我来讲，我听死记。个鲷鱼迄咪你迄咪俗名的无锅鱼，无锅鱼，唔讲酥的，不输的，唔讲。酥的咪吼，呀哈吼，可能，要用个小个，要用个技术，它吼头摆啊吼，就压上个去吐米豆葱，让他看不要不对圈养，要看不相形相望。我说就他冇按用个吐米啦，然后又不离咧那么名，就很多鲷鱼、黑鲷，台湾黑鲷，台湾鲷，对，台湾鲷。中版台湾会叫做无锅鱼，妈妈，一个姓吴，一个姓郭对，一的合个姓吴成的，，对，这是真的。一个姓吴的跟一个姓郭的一起养出来的。对，真的也是真的啦。唔开，唔开嘛开，我改的，啊那改的哦，我用改的。好嘛嘛，嘿，因为下尾用一时间较少较唔短。看呀唔来起啊哈，那用起起来啊，这是呀唔能起。嘿，哦，啊咸。又是锅的蛋意小的，重新又西餐的麦年的做法。因为时间很短咩，那样较咸。哦，涂蛋一两会粘锅啦，然后不过我们应该保护好啊，可以。在英式博的土地被我教导的非常好。哦，唔来啊，哎，就差不多一重的青肉参，它又是麻药，差不多600克一斤，一斤。还有粉啊，有啊还有泰式米对啊，尤其迄唔要清蒸啊哈，蒸的啊哈，差不多就1斤，用个泰式肉清嫩，唔会添肉吼。全部睇肉，你独好秀。啊红烧就还好。不要切太大的。嘉义平常都不卡干会天数，有时候心情好噶，我想天数。啊，有时候抹叛逆噶。嘿啦。叛逆噶。等一下，我还问嘉怡，你有没有每天都心情很好？冇啊，给它转下来，转它站住。对。那心情不好的原因是什么？考试。你看，你看我穷样哦。啊，要有叛逆期才有这个服务啊。不要叛逆我。你也蛮残忍的。把那个最危险、最重要、最艰巨的工作给你做，难怪他心情会不好。有好过啊！哎呀，对啊，当日按当日就生5个嘞。你是两年。哎呦，也是两年嘞啊。哦，当牛改。没有改。这摸过后啊，比过后啊，可能半年咁生。可能日样。可能5就叛逆啊。那个，你如果让我再吃鱼，我就离家出走。你知道切什么？有可能哦。切什么丝？切丝哦。刀子不利的。刀子不利，然后上面有蜡。按太生意的，按太的，你说的用太多哎。那小刀再拿走拿一点的呗。好，当然走。没有呀方面呢？方面做嘛，乱了带一这么西餐的麦年的做法。像煎鳕鱼，我就会对，沾点蛋液啊，比较会完整。是哦，是哦。真的有讲。今日有放多一样啊哈，假使咧的哈，每必要用做为就像保护膜样哎。不过讲真言的，
當然也係一個同好嘅方法。不過內底一就剝嘅唔好入過。原來呢個我哋冇皮。我包嘅唔會我按用做魚嘅同好，係同好嘅用嘅原理嘛，因為等一下紅燒嘛，蛋液它還會吸收那個味道。對，能夠較醬濃咯，較醬我擦擦啦，哈，可以擦擦。人不會散，人不會散的，見血魚，所以本地的蛋液啥意思？等下給在這位哈處理後，唔可以亂木煮啊。哎，冇錯。沒關係啊。清好的天數啊，係啊，小虎看不下去，唔過佢咩全部就會睇數，要看有看見啊。我看膩嘛，然後聽說。我看他講啊，給他睇數。看那辣椒，等下手動爛哈，手動爛，你洗肥皂洗唔得了，先抹一點沙拉油，抹沙拉油之後再去洗，這樣就不會整天手都辣辣的，都不敢摸到眼睛，哇，那不得了啊！然後叫我，那辣椒孔一動辣油呢？要放當慢哦，生油，慢慢的。差唔多好了。嚟佢已經好，講腳粗有水，有滾水。哦，搞掂。你前期可以啊。哦，唔咩，全部嘅甜味出來。那其實我們就按用豬鴨引的，哇，感覺有放煙的感覺。神仙的感覺。我給打一下，現在感覺有仙女下凡的感覺。把它抽。咩仙女仙姑？仙姑，它有仙姑。打一下。平常就按用豬鴨喺入面就上節目這樣研究誒。上節目過一下，因為時間挺短的。我覺得呢小刀比較安全一點。哦。這個應該很辣，不要這樣。裡面用的嫩薑的哈，嫩薑嫩薑有個好處啦，切到按油哦。功夫。我看按用啊哈，這也按用切了哈，沒按用訓練專注力同好的一個方式。切丁嘛，是吧？對對對，拉開來，拉開來沒關係。哎，主食出數哦。嫩薑有個好處啦，我在按米含做的時候，嫩薑它從搶出來，我還沒打開，水凍先，水。唔燒鯛魚哦。我燙嘛，裡面冇燙下，用個水燙，用什麼？要負責放嘛？好啊。要切怎麼樣？切絲還是切斷？切絲這個就麻煩了啊。另外有豆，我這現在豆痛。菜茶不會那麼辣。專門的。喂，嚟過一下喲。你是養的哈？是。我夾俾個水。它真的是我看。打一下。讓疊起來。好切。切到按油哦。功夫。我看那樣啊哈，這也按樣切了哈，沒按樣訓練專注力同好的一個方式。我唔是切到按油啦，給它切你就好了。我切到翻點等級啊，5星級標準。平常我哋喺呢做下會聽數嘛個，做嘛個部分。薑文塊，薑球。
因为咸完快是毅力会的。我开始这几杯去给他煮了什么？我总不不是个冰的是吧？我啊，我煮简单的泡面。泡面，这都煮过，这都煮啊，我简乱，简乱才熟的。简乱做的哈，差不多嘞。我个变改一摆嘛。唔是变的，呀妈妈都不米酒，妈妈都不卡煮出来没三十杯。30杯啊！动作夹夹我睇个等20分呢。有老敢用同阿帶有啊哦，難怪。那如果做得搖，敢用夾講搖唔得咯。係啊做唔得可以有些腰呢，跟腰不直。是。肉年夾下搖唔得，裡面有血糖嘅問題。哦，那它只會有辣咯。有辣哦。要加凍辣咯。怕唔怕？哎，煮水好些辣。福州是吧？糖多，然后跟它特比。我加糖了，加了。嘟嘟好笑，嘟嘟好笑。哦。誒，客家人靠食用米頭啦，所以我今日要加帶啦。啊。哎，真見咧，我知道吃野菜，你客家人係啊。農家食，吃野菜超亂啦，哦。簡亂煮，直接讀。都很香啊。哦。就是好咧，嘅阿陽就等你大家個介紹解一擺。也係我老家兒做嘅紅燒鯛魚，好咧。好，然後過來要風油雞啊哈，老太太介紹一下做乜嘅？今天我做魚蓉炒蛋。首先呢，先通兩碗的鯛魚，就是台灣鯛魚炒鯛魚片炒，冇骨頭嘅就炒。冇骨頭炒。那等一下哦，那我現在先把那個鯛魚片呢，我要切丁。哦。哎，你母語老師呢？我講下。我講下好。啊，靜婷有點對嗎？給我切丁。鳳椒。鳳椒。給我切鳳椒。之前咩個講下未嚇？我幾講去了。你講去了，你咪學不卡講去了。黑炒。你也切丁嘛，是吧？對。先拉開來。哦。沒關係。其實慢慢來，冇想愛主食出素哦。哦。白色的是不是會吃起來會不好。白色的吃起來冇按好食啦。那我要首先哈用ram，對，我現在好，再慢慢切。好。我冇盤嚟冇。嚇？我冇冇。我切到唔是，我應該都兩做的嘛。都得啦。阿記紅椒要切樣切丁。切丁哦。這個我要首先用鹽哈，用鹽哈。足啊。係，做韓國用太白粉，咖粉。哦，都要片粒粉。對，炒片粒粉炒。好，我要片粒粉哈。風油雞啊，哈，有經驗，唔送俾切架，有落邊。古說見邊他冇按緊裝嘅哈，它縮水。它縮水。好，我要丟下去了。我先用太白粉、片粒粉、韓國鹽足夠哈。哦。撈下。我用湯嘅啊。湯下必熟。湯必熟。哎呦，較好。佢做按樣嘅韓做的有乜嘅偏飯啲嘛？蚵味啊。蚵味沒做的啊。蚵味咩係哦？做啲位太白粉也係地瓜粉。哦。我們會揪水啊。係啊。我要給它收一下下，對，什麼？小虎是在這個主持人經營親和。這樣幾點鐘先做？就經營親和，係，然後別滾它哈。不要。對，什麼？我嚟去啊。我要別滾好冇？別滾。哦。因為我一天是收嘅啲嘛，哈。那有一天是收嘅，你本就什麼是沙西米？後來滾嚟啦。挑白嘅無過魚完全冇同，因為我一天就唔得上去啦。你係台灣鯛。對啊，台灣鯛哎，真的不簡單。好，按就說了，我要用冷水沖一下。冷水。哦，清透。這，能講唔？我算了。算了呀。冷水哦。對，冷水炒。唔靠天氣嚟天數誒，我知道別人好叫。唔會啊，清透呢，冷水哦，都得什麼炒，都得。清透，還係夾皮。今天也咩當認真去切。還做唔得
了吼。哇，给你六份土地公买啦，唔真嘅。哦，按照的很好。我填土地公吃。你平常都不卡会按有天数嘛？黄色我读书，对嘛？冇辦法。媽媽講啊，唔是來做下天數，曬曬一套書，老師拖後來他創樣。喜歡做甜點比較多。喜歡做甜點嘿。在家會做嗎？會。哦，都做些什麼？檸檬塔。哇！檸檬塔。檸檬塔。糖哦。很多 LKK 起司蛋糕，起司蛋糕。哎哦，你不吃甜點哦？我忘記了，太大了一点，太点小一点好吗？這樣來，对，再小一点好吗？细一点点哈。哎呀，還要打蛋啊？打蛋幾位打？啊，全部必做啊！對啊，反正鹹鹹啊，鹹咯。對啊，我想本幾做啊，係唔係？咩叫做啊？而家佢做呀？哦，這個要講，要講哦，要講哈。哦，已經唔係黃色，係假嘅色嚟。從邊買嘅？哦，隨便買。而家條路咩打落嚟？有兩個買吧？哦。冇。你看啊，日本人迄殺雞叫大亂，從來買刀子也不用了。好，都不要了，什麼？從來不能殺雞買元錢，有買吧？哦。全部都係。你馬上全部搞邊抽嘅？當然跟我啦。做嘛？我來看住。因為小虎狼做嘛，跟我要剪了。我剪了。哦。好冇？往往啊哈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真的哈，我们要能接受随时的变化。变化哈，慢一点，我有风采了，好冇？随时准备好，细心准备。有风采時間，我要加一啲啲水好冇？落，搞水看唔會硬硬，會軟軟粗冇？我解到誒，嘿，加啲咧，整亂係啊？誒唔係，我剪咯，哦，加啲咧，哦，什麼，啊，做啦，要調味嘛？對。好，你有沒有想到做亞一寸哦？有沒有？我覺得哈，那個鯛魚都我常常都是用剪呢，係紅燒的，像講禮拜咧做，哎呀，雖然開會食，而且佢都冇一些紅色嘅，錯，佢冇一些，我就調解落去。佢都搞起唔係面色，唔係，調搞到唔見色，嘛，我係清強嘅。對啊。改邊夾嘅米絲啦。清甜，好，這個先給我不愛，那個等一下再先放好。先裝這個。那我就放這個下去哈，紅椒，係紅椒，還是去加，很多蟲誒，很多顏料，你係咪咪有啲乜嘅？胡椒粉，哦，胡椒粉，胡椒粉哦，係胡椒粉，哎呦，幾胡椒粉停下胡椒粉咧？香咯，銀唔知。油啦，我會加一點。那胡椒粉唔夠加醬，有沒有顆粒狀？空葉像空大師誒。哦，係啊。有放一點點。哎呦，看，哦，還好我是迷眼，很香啊。好，想要逃過我的法眼。難哦。阿維利亞哈，我要把我的魚肉會養會爛嘅，你點哦？估上嚟追米漿不用。不用。嘿，我哋應該味道夠了哈，這又不能這樣試吃。可以啊。我可以試吃啊，蛋液可以試吃啊。蛋液可以試吃啊。可以啊，靜婷，你們吃到娘媽媽懂煎炸嗎？就唔好食啲東西啊，全部攞佢不用沖下來，然後我看出來，細細嘅就變片到暗太唉，小關機會啊。叫捱嘅嘅，好，沖下。你給它沖咗前後表落去嘛？沖啊，放進最後一個。媽媽會按用做嘛？放一點點，然後最後那個我要放上面，然後就按用。用落去，好，魚目混珠，然後煮都。你喺度啊？係，昨天我要先加貨嘛？係，我葵風。因為有最後一個要。嘉怡說她不挑食。哦，因為哈，我同講，我奶唔可以食鳳爪、香蕉，佢都唔可以食。你點哦？對啊。佢講佢嘅味道清楚，佢冇。盲胎就會食。那我就不管了。對，好。然後不要太大，不要太熟嘛。對。哇，嫩的，對，才會嫩的才好吃。這樣來，你手臂到啥？你手不厲害啫。注記他就講懂明確，唔過葉片要懂豐富。
无呢，我来睇做生的期嘛唔是呢。系啊，我们都会羡慕哈。大摆就会放牙奶的嘛，奶油系，因为牙奶的要唔好食这味啦，要唔好食跟菇类，还有以前老师嘛改掉。以前要吃披萨，还有还做披萨，就老跟然后这东西全部飙到了，然后铺很多的 cheese，然后他都看不出来那是什么，然后他吃的很高兴。等他吃完了以后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这个底度有嘛该嘛，有嘛该，然后给就边面，就说妈妈你好奸诈，可是他都吃进去了，统统把它吃完。压不出来，我要找一个漂亮的。压不出来。这只盘嚟做得冇？哎，你剪出来乱。好哦，水。用谁了？你剪出来黄色你有没有按摩汗啊？哎呀，啊，因为这种猪菜猪都按摩汗。干掉了，你看。按照的哈。你风油鸡猪菜啊，我硬讲。哎，进攻，这工厂要进攻。金吼。会不由自主的自言自语，就一直说，一直做，黑嘛，在家做菜班有嘛，不好。跟你们较贴心的喂，摊摆起煮菜啊哈，我就来准备小茶。我追着哦。妈妈你要煮菜了哈，你很辛苦，然后一杯热茶放在他旁边，免得他口渴。他不会黏，他不会黏。让我下去。因为有热了，会有热。感觉蘑菇你放没意思哦。有几个？刚变出来吗？一边照着自己的节奏来走。变出来要看你要请猜主持人的方法。好，正经，冇想法，慢慢的来，好吗？下去，哇！要均匀一下，均匀一下，要来就是点叔叔啊。好，什么？有。大家你冇讲啊？配音效。哇！均匀一下，哎呦。假使遐样哈，其实就唔是本去成型，真的哈，本去拉的就本去含那原型。对呀，就是，所以你走超了。对啊，那我就不管了。对，好，然后不要太，但不要太熟嘛。对。哇，嫩的，才会嫩的才好吃。平常豆腐啊係講卵貴渣是有點像烘蛋的感覺，根本你應該做法用炒，是感覺個比大山感覺下豐富下多，感覺個一隻盤裝黏嘛嫩，不同嘅感覺嚟做樣嘢嚟炒樣嘢係。炒蛋。压一寸都不可以做，连洗手都卖了。有吃到怕吗？只有一两次。哦，那你等一下试吃的时候要跟我们讲，说是在家里煮的比较好吃，还是在这里煮的比较好吃？哈。不要。对呀。好，我的葱，可爱的葱。可爱的葱，对，不可爱的那个不要哦，要可爱的那个。可爱的葱上来，妞来。上面对，上面中间一点炒哈。对，好 ，OK， 再来我的香油，妞香油，香油，大象改版，香油，就是正在厨房做菜很开心的。对，经典的，我这样吃，他都会自己 Q。对。Q 这真的邻居这到下面的时候 Q 什么声音？娘妹讲，唔多中下煮菜啊，唔烧就定唔多，娘母卡煮嘛个菜。经典哈。系啊。你印煮出来印哪国力 Q 嘛？超国哎。哎呦哈。哦，对了，好来，你睇下個記者解版。誒，一係嗌到嗌梅前天做嘅羽絨炒蛋炒卵。耶！谢谢你时间到了，来，什么？食指大动哦。啊，有冇？因為基本全部牛，廿幾千號，咁樣，我先生來出。好咗，你先選入邊。入邊哈，來哦，切家煮誒40款啊嚟樣哈，款老臭逼都冇敢煮誒，有咁樣冇。先攞佢，開開來，好。哎，來啊！這個啦，我自己。哎，是啊，是菜料理吧，是啊。
好吃。你手机放一下。你手不厉害是？应用英文啦，很嫩哦。很嫩，温嫩。好，呀，但是蜗牛是让你若有所思呢。要思考啊，哦，思考。所以请这样有感觉。对，听说，要他可能起来也有到啊。好，什么？这都调下去。这一年的抢之后就吃到底啊。好甜啊。呀哈就这个主题它就讲懂明确，不过叶片又懂丰富，哦又有肉啊，又有菜啊，然后有牛肉啊。DHA 料理。DHA 哦，懂丰富啊哈。不过都在亚量出那出它得到那个主厨嘅心咧，还要抢主厨。我给听嘛。来，搞笨哈，好来。哦，做给听哈。哦，我看一下，不要贴错。我得公命的哦。有娘命的。按用石膏黑网吃到不养鸡嘛？不，做嘛该？还没煮嘅。有用心。用心。哦，静婷呢？你知道嘞？你会啊？好，加油！叛逆期的战争。就听了哈。好了。来，好，今天呢？什么？今天呢，两片来做完全不同的东西啊。一边是红烧，口味很重另外一边呢是口味丰富的啊，可以骗小朋友吃很多青椒的，骗很多不喜欢吃的吃葱。那这边呢很清楚，我就是要吃，而且这鱼呢煮得还真好啊。所以呢，我今天选的是下好离手啊！走的，你比较快，果然是老板。吴哥走的啦，走的啦，小木扛落去卡我做唔得咯，靠一叫，3分钟啦哦，差不多，来，先看结论。你写啦？是啦，这样走，自己走啊。哦，又去哪做呀？妈，自己走，还摸汗呢。今天呢，两片来做完全不同的东西啊。一边是红烧，口味很重另外一边呢是口味丰富的啊，可以骗小朋友吃很多青椒的，骗很多不喜欢吃的吃葱。那这边呢很清楚，我就是要吃，而且这鱼呢煮得还真好啊，所以呢，我今天选的是。加油！好，你用百不黑底。来补充一下，两片是洋洋跟红椒鱼那个腥味还是很重。如果我是小朋友，我就不吃了，会配出来。然后这边的鱼可以看到这个鱼真的是刚刚好熟。你再多煮一下，它就过熟了，就漏就老。那今天你可以看在骨头上面，我们讲9分熟镜头如果有机会带一下，这是标准的9分熟的鱼少一点点火候就没有熟就完全你就失败了，就输了。那刚好在9分熟，把握那之后刚刚好熟，所以说夹很容易夹下来，吃进嘴巴口感很好好，3只3。哇，容易哦，有当翻译嘛？有。说出来啊！阿峰兄嘞，你知道做厨工诶，你爱感觉嘞？红椒真的有幾個特別嘅秘師啦，唔喺上班時講做得偏生飲食，不過主廚嘛講出來，講係你有秘師啦，係你嘅味道真重。按用嘅做法係咪講嘅甜這味鹹，然後佢先炒冰魚卵來，然後再煮，或先烫，再切小一點，再切碎一點，也是一個方法。OK，因為切得太大塊之後呢，它就是還沒有熟化，所以吃起來那個生味還是。好，第二樣你係咧板醬，
杨恩燕，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加油！好，妈妈，你今天煮的好饭好好吃啊！真给的呀，真给呢，懂开表就懂腔哦。加油！很有欣赏啊哈，会再接再厉啊哈。那今天啊回去再来跟妈妈研究一下，可能煮嘛干，看你都当来，好吗？好，当然比赛哈。好，加油！你差不下来咧，就可能人家主厨好食下，阿松哥带来嘛干好食的料理。